各位投資者，喺充滿變數嘅能源市場，你有冇諗過，竟然隱藏住一隻被市場嚴重低估，但又充滿爆炸性潛力嘅股票？今日，我哋就嚟揭秘 SM Energy， 佢嘅相對強弱指數 RSI 只有 28.21，MACD 指標亦都發出咗明確嘅超賣信號。更令人驚喜嘅係，佢嘅市盈率 PE 僅為 2.89， 市淨率 PB 低至 0.44， 再加埋 4.38% 嘅誘人股息收益率，呢啲信號係咪正正暗示住一個千載難逢嘅巨大投資機會，等待我哋深入發掘呢？ SM Energy 呢間獨立能源公司，扎根喺美國，專注於石油、天然氣同天然氣凝釋液嘅勘探同生產。佢嘅營收主要來自原油佔 45%， 天然氣佔 35%， 天然氣凝釋液佔 20%。呢種多元化嘅產品組合，喺能源轉型嘅大背景下，為公司提供咗穩定嘅現金流，亦都係佢價值嘅基石。但更值得關注嘅係佢嘅股價表現。目前 SM Energy 嘅股價喺 18.28 美元，遠低於50日同200日均線。更關鍵嘅係，佢嘅 RSI 跌到 28.21， 呢個強勁嘅超賣信號，就好似彈簧被壓到最低點，預示住巨大嘅反彈潛力。喺市場恐慌中，真正嘅機會可能就隱藏喺呢啲被低估嘅時刻。深入分析，我哋會發現更多驚喜。SM Energy 嘅市盈率 PE 僅為 2.89， 市淨率 PB 更低至 0.44， 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。呢啲強勁嘅價值指標，清晰表明咗市場對佢嘅定價有明顯偏差。再加埋佢高達 4.38% 嘅誘人股息收益率，為投資者提供咗一份實實在在嘅回報，等待市場重新發現佢嘅真正價值。從財務數據嚟睇，SM Energy 嘅 EBITDA 利潤率由 0.37 穩步提升到 0.71， 顯示出強勁嘅運營效率。而佢嘅資產回報率 ROE、總資本回報率 ROE 同股本回報率 ROE 都保持喺 0.09 到 0.19 嘅健康水平。不過，公司嘅負債比率同自由現金流雖然有過波動，但整體運營效率嘅提升，為長期發展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宏觀環境亦都為 SM Energy 提供咗有利條件。目前美元指數表現溫和偏弱，全年下跌咗 5.2%， 呢種趨勢通常會支撐大宗商品價格，對以美元計價嘅能源出口商同生產商嚟講係個利好。雖然 SM Energy 主要喺美國運營，但大宗商品價格嘅整體強勢，有望帶動佢嘅產品價值。再睇埋其他經濟指標，美國嘅失業率保持喺 4.1% 到 4.3% 嘅較低水平，而核心 CPI 即通脹指標也喺 3.19% 到 3.92% 之間。呢啲數據描繪咗一個穩定增長嘅經濟環境，意味住對能源嘅需求會持續強勁，為 SM Energy 嘅未來發展提供咗堅實嘅市場基礎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